都是有动摇，大家好会煮饭啊！人生又不爱吃呀，这样你会做嘛个好呢？可以哈。意料头妈的猪肉饭。今晡日啦，我留洋的时节啦，夫妻的小农又不爱意料头妈豆呢。韩国冰箱底都没有一道食材，我就做得用呀头妈豆来做意料头妈的猪肉饭哦。这呀，猪肉，哇，不错啊！亚的东西呀，全部就做得拿来做呀一锅头妈豆猪肉饭哦。因为我今晡日拿到呀头妈豆，我卡片片就有味像是酸的呀、毛豆啊、肉啊，亚的东西，老老的就做得做当简单的一锅料理。韩国一锅料理轻松又嘅係呀，所有嘅營養全部就會顧到，比如講飯啊、菜啊、肉，所有營養就到呀一鍋底度，又簡單又方便嘅，就唔使愛開就做得食到飯了。呀，下就嚟計較準備材料。假使讲吼，平常时地不卡像阿群妹像用斗南时，大概都爱切个葱头啊。阿群妹我就会大概买葱头整了，我就会攞佢切到幼幼像按钮，因为幼幼嘅呀葱头非常嘅好用，比如讲像今晡日爱做嘅头马豆猪肉饭啊，切到幼幼嘅葱头，就做得老家嘅香味全部爆到呀饭底度，韩国呀葱头食起来又会绵绵，就会当好食咯。故说大家咪做得同爱共用，攞佢切到幼幼，不用到呀保鲜袋底度，不用到冷冻哦，冷冻行一般就做得用诶。所以葱头做得按用做吼，蒜头咪做得咯，像蒜头我咪共用，攞佢按嚟切到幼幼绵绵，因为蒜头真係係全世界各地嘅料理全部都用蒜頭來做料理，故說蒜頭真係係非常百搭、非常好用嘅一種食材，咪做啲攞嚟做按用嘅冷凍包，不用到冷凍庫，行一般就當好用。韓國唔單止按嚟吼，假使講你買呀蒜頭真來，聽錯愛像阿權冇按用。然後佢邊度也會通風的籃子，會通風嘅籃誒，按用啊蒜頭將會保持乾燥的狀態。喺假使講，你老呀蒜頭啊，邊度冰箱底度按用做唔得咯，按佢會發芽哦，發芽以後，嘅蒜頭嘅味道就冇按好了。韓國大家會想講，阿權們有冇按落不用呀食物，不用到呀要煮菜嘅時候睇，唔係啦，其實吼呀食物係用來包呀蔥頭，按用一粒一粒塌起來，牙嘅蔥頭咪強用做得保持乾燥，按用咪唔會發芽，就做得保存到當久。大家有記得冇？聽說愛記得咯。韓國頭馬豆係假使講已經熟嘅。做得食咧，你就做得拿呀紙巾，然後佢包起來，記得那個底頭啊要向下以後就做得然後佢放到空用，台嘅底度然後佢包輕，按樣底頭向下就做得放到冰箱底度。韓國唔單槍按呢哦，接下來係有玉米筍就然後佢對半切，3條婷婷要做配色用的，不手3條就做得咧，3條玉米筍切好。韓國豬肉其實也喺超市非常方便，阿佢咪大概就會買一種泡泡嘅豬肉片，像是火鍋煮火鍋用嘅豬肉片，按用大概2煮嘅時間佢當好熟，故說咩唔是小煮唔熟，就攞佢變到天冇地度就臭誒，故說也下人就傾好了，準備做呀一鍋頭馬豆豬肉飯咯。好，
好，虽然根本一个一包头马豆猪肉饭是用天窝的来做，不过头先还要先做一个偏向的动作，偏向是用米波炉来做。大家为什么会奇怪米波炉用做的哪来偏向呢？其实是做的个哦，古时候也还做来呢，奶油，然后给冰到也做的米波的温度。要香的东西全部就冰落去就错的，还个是酸的，酸的然后给冰落去，撒下来是葱头，要香的全部然后给冰落去就错的，还个是呀，胡椒味冰一些嘞，哇！其实做呀一锅料理就听说爱偏香，哎用规锅的酱味有米丝，还个一些的橄榄油。安尼，俺就做得冰到米波炉，米波一下就做得偏香了。其实吼，呀米波炉真运动方便，还讲唔但像係小沙會有，上班的公司會有，連水果嘅蔬菜都有。故說吼，米波爐咩做得用來偏香，大家要記得咯。好，用大火2分鐘。好，有人讲吼，做嘛该听错爱加呀油呢？听错爱加哦，因为吼唔管你系加奶油啊，也系橄榄油啊，全部就做得听错爱加哦。因为今日用嘅食材系头马豆，头马豆系一种按到脂溶性嘅强菜，故说就系爱用油煮，加个营养才会变出来。故说唔管你用奶油也系橄榄油，就会听错爱用哦。嘅阿全妹做嘛该2种都爱用呢？因为啊，全部用奶油会有一丝丝的那个。古时我会用一丝丝的奶油有香米，还有一丝丝的橄榄油，按用2种加到姜下。好，晒下来，俺就做得来开始煮饭了。米老给洗好以后，就做得老给拿出呀天窝嘅内锅。天窝嘅内锅有一个小技巧，大家听说爱记得咯。呀，今日阿全要煮2杯米，古时俺底杯冰水就会冰到刻度2，也就蔬菜。几多杯米就冰几多杯水，10杯米就系冰到也刻度10的蔬菜。好，晒好了就要来冰米冰水了，然后米全部冰落去，洗好嘅米，还个好味道爱本呀米头和牛的会比较浓郁一点，阿全妹会冰嫩冰一些些的嫩。好个再好了系水冰落去。好，安样差唔多就到刻度2诶，晒好了就拿其他嘅东西加落去，像系呀猪肉冰落去，好，拿去搅搅啊，好，晒好了就系阿 Q 们嘅其中一个起司，老起司冰落去。按用规锅嘅，等它煮出来，你搅饭的时间啦，就会冻牛冻好水，有那种很浓郁，韩国人嘅炖饭还会看稀，还会甜稀嘅感觉哦。有糖豆冇定了，好，先老东西冰好，晒好了嘿，这是毛豆，呀萝卜度买呀薄荷嘅毛豆，就做得了给冰落去。韩国晒好了，来做一些些的调味，来冰盐，按样差唔多冰。再个一滴滴嘞，冰好盐以后，再个拿去搅搅啊，搅搅以后，好，呀下调味好诶，就会去米波炉了，加下偏香好嘅东西拿出来，哇，规个糊涂都已经有香味诶，哦，真嘅有偏香偏到哦，大家看就有一丝丝的擦擦嘅感觉。好，一下就来捞起冰落去。好，冰落去个会搅搅啊！哇，要真紧冻香。好，捞起搅搅啊！按样好了以后就做得老强菜冰下去，做嘛叫做青米冰，因为青米冰卡酱哎，做得有一点点像是摆盘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像按样，捞起冰落去。最后就是俺的充点了一锅头马豆饭，就系呀番茄头马豆，千万做唔得切，就要给一粒冰下去。好，一下就做得了呀一粒头马豆饭，冰到天窝嘅地度了。韩国啊，呀天窝嘅呀吼，
唔管煮几道比米，煮几道比饭吼，也低度，no boy， 听错就会一笔水，听，故说会捞一笔水，用到天王的个外锅。好，撒下来，再搞老你当地人小个一粒头麻豆饭落去，用落去，哇，又开始来当香银毛啊！一粒头麻豆艳风的个片，等下就试爱啦，天王的落去，甜的韩国 Kimi 哈，等下就做得有好吃的东西，做得出了。好。10分钟到嘞，提醒大家，天王嘅调起来家下，我再个等10分钟，按用米本佢翕一下，咱们全部就熟哦。嗰时一下叫我已经等睇呀10分钟过后就做得了，开锅了，来开一下，打开，哇，呀头麻豆等等一下，规粒要丰富哦，还有盐，嗰时刚过起来就等好食，给家落去拿出来哦，拿出来。用的，撒下来就做得捞头麻豆切开，好切开，哇！让头麻豆的水全部就流出来，再个捞给全部搅匀，哦，好，搅匀，好，差唔多嘞。搅完以后啊，就做得结结老去装到盘的，都好，等下我就做得吃饭了。好，再个老去用一只玉米笋手去，好，来翕上一下。哇，看起来都好吃，我对唔对到？我去吃饭了。哇，好香哦！规日的上班很辛苦，总算做得非常好吃的东西。今日就冇吵我好冇？本来好好吃东西，拜拜。